台湾中生县表示，但是今年已经出现第二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病例，怀疑是因为地下甲水产是存在病媒网和风险感染的环境。不过，伊却质疑伫白河东山的跳舞场消毒拢是做表面，反而感染扩大。恁住伫遮唔知呢？阮住伫遐吼，食饭时间到，不管是咧臭公公，啊，你网过遐济，咱农业局。卫生局，也是环保局吼，爱赶紧吼，含遮业主周边啊消毒好势，较接消毒的，因为传染的这个脑炎吼，就是拢对啊饲猪的网啊遐出来较济。啊，若要除药啊吼，唔通做表面的啦，动力的吼。打芳哦，都有甲除去啦，唔是到顶悬啊，现在除的呢。所以这部分呢，包括伊居家附近这个水沟内底，我有消毒啊。明仔载会再消毒一遍，就是针对这个疫情。因为注疫苗是有效预防日本脑炎的方法，所以卫生局嘛公开提醒年满15个月以上的幼儿爱赶紧去注预防针。台湾进一步讲，除了日本脑炎的疫苗，现在逐天 COVID-19 相关的消息更是抢占媒体版面。伊强调现阶段大家爱的是疫苗，所以呼吁市长编列第二牛皮筋来买互到。今日新闻，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